马库图沙图沙车的这挂比沙车话这挂车哦，只说呀耶稣一句一话啊嘛，过天一妈妈一比一你咋不拉色？你学过一查死你一得可以走路，一走路过呀，走走你那条路，一话里一得，你妈妈一比你咋不呀？你学过，你得胡呀条路别个路，过天一里一话得破个事。我妈妈比我姨我姨不娘阿妈阿拉比别个娘，也做了过你那家是不得路事，你呢？我妈妈比我姨我姨不，为啥你了错说阿妈爱米，我姨我姨比阿子你妈比我妈妈我别路。18岁说呢，爸爸为啥呢？若阿爸阿妈比为啥怪妈咪就得姨娘一直抓他不咋么个路？为啥你了呀？一直打嘛，初学跳舞里跳舞的，一乖乖活着那么啊喽。过了年耶稣呀，一直抓他不，为啥比初啥或者抓嘛就得带我阿娘认识嘛个喽？你嘛是啥头过？耶稣耶妈妈，耶阿爷你啥阿子你嘛不呀？耶稣的话啦喽，他嘛过比耶稣呀？为啥你了初说阿妈爱米？我爷我爷比阿子你嘛比？我妈妈我比姨妈咪咋么的那点说不得别个喽？他妈呀，为啥没耶稣呀？之前阿爸阿妈阿姨你咋？阿子你妈不里嘛吃？为啥把下阿子？就是是让阿子的，你女奶妈的被妈个爹妈啊喽？你是下头瓜比肉的，或者是杀鸡妈个拉家喽？一无七几呀？初啥阿子呀？不啥瓜比拉妈啊是你？为啥比苗你咋来苦那嘎路？为啥的苗你那路那嘎路别忙啊路？那把你呀，初啥阿子呀？为啥你了的话是瑞也嘛瓜比？若明年初啥阿子呀？提入出提入咋来苦马路别忙啊路？在啥子的节嘛呀？为啥你了呀？为啥乖乖？若阿子呀？阿爷你咋阿子你嘛漂亮那么？一做么一进啊路别忙啊路？过了你挂肉不娘，为啥你了的错那么？肉为啥的那罗嘛就得么就咋你嘞？爸爸为啥比肉娘？阿里咋来苦没掉了？肉是那个爸爸一你了的阿里比花掉了，一你了错那么肉娘？阿米挂吃说的谁个了？别嘛的就咋你就一嘞？18岁说，你娘爸爸的那罗嘛啥地啊喽？我努的爸爸你了的姑妈干嘛？是啥嘛哈一百克的那嘛一用这嘛就的？你娘我努的白嘛个喽？18努咋热嘛的得说是你？爸爸你了的阿天米处理法嘛你了做那嘛？努的我努的我，18努的我这喽。